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12月初4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郑雅纯。新闻头起先来看，昨婚林西里有一间家厝发生火灾，火是烧甲真严真猛，消防队赶到现场控制火势。不过由于有一个5岁查某囡仔救无回来，那导火的原因也该调查。一楼病房的厝顶火一直呛出来，因为厝内拢是熬多的物件，火烧甲真猛。消防人员接到报案，赶到现场，赶紧牵水线抢救。附近的厝边讲，有一个5岁查某囡仔，可能也搁伫咧厝内。那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已经全面燃烧。那据报有一个小孩子受困在里面，我们立即布2条水线，入室搜索。那于卧室的门口处发现那个该名女童已不幸罹难。早上下昼5点多，婚林西里一间走廊的病房一直呈现出来，因为查某囡仔老爸甲阿嬷拢出门无伫咧厝的，老查某囡仔一人伫咧厝内，袂赴的走。厝边讲，因一看到厝大火就随报警，不过真可惜无法度把妹妹救出来。他刚好在旁边的空地那边整理空地啊，我看到奇怪那边怎么在冒烟，才赶快报案。火伫半点钟久了拍花，警消入去厝内搜查，大型家具拢已经烧甲变乌炭，导火原因也该调查。不过家长出门，甲5岁查某囡仔一个人留伫咧厝内，已经涉嫌触犯《少法》第51条，警方将会照规定请社福单位查处。记者综合报道。昨伫咧苗栗东路有一栋透天厝火烧，厝主人伫咧3楼困到，互乌烟袭一个精神过来，赶紧逃命。不过伫咧另外一个房间困的3个孙煞袂赴逃走，互消防人员救出来时阵，拢已经无咧喘气啊，送去到病院，有关是救无回来。消防车赶到现场，不过民家厝的2、3楼拢已经伫乌烟之中。苗栗县东路乡永乐路一栋3层楼的透天厝，下昼1点左右发生火警，男厝主下户走出来，不过伊3个孙当伫3楼困，吊伫火场，心情真着急。屋主他自述说他在后面房间在睡午觉，被浓烟呛醒以后就跑出来报案。他睡在几楼？都睡在3楼。我跟孙子都睡在3楼。对，孙子是睡在3楼的前面房间，他爷爷睡在3楼后面的房间。消防人员布水线灌救，控制火势，先后救出分别是15、12、甲10岁的3只弟仔，当场拢钉现屋卡，送医急救下昼3点16分，全拢宣告死亡。苗栗县副秘书李瑞典表示，厝主平常是做办道生意，厝内是阿公阿嬷甲3个孙带着火。厝边讲囡仔拢有礼貌，感觉真不甘。2个孙女嘛，1个孙子嘛，还2夫妻嘛。他儿子偶尔会回来这样子。3个，很有礼貌。那个大的男的很懂事哦，说实在的。小学5年级那个。我不晓得几年级。那个女孩子大的每次看到我，阿婆嗨安尼。根据警消了解，火警发生迄当时，厝主的太太当伫1楼咧包粽，囡仔的爸爸伫1楼看电视，2楼技术是导火点，伊伫到厝边看到乌烟管的通知，才知影发生火警。那详细导火原因，由有待调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伙来读早报。先来看《中国时报》。台电工会表示，为着要让国内供电稳定，请台电公司要延长第2、第3核电厂的发电运转。台电回应讲，这敢若是工会咧讨论交流尔。目前第2、第3核电厂拢已经超过申请延长运转的期限，而且嘛无符合条件。再来看《自由时报》，外国媒体报道，北韩一架装甲车载价达3亿6千万的金仔，煞互3个歹徒抢去，逃往庄卡。即马当局是下令中国甲北韩的边境进入紧急状态。落尾是《联合报》，咱的国境解封超过1个月，不过根据统计，到11月23为止，敢若54万外人入境，平均一日才13500人。若是扣掉商务旅客、移工甲回台国民等等，实际来台佚佗的无甲1万人。再来看台积电伫咧美国亚利桑那的新厂，目标伫咧2024年要当大量生产。根据台积电的统计，台积电的计划，明年美国厂的员工按算会增加到2000人。
台积电去美国的这个部分，那我想刘德英董事长也明确跟大家讲我们这个就是500个员工那这个是台积电很清楚让大家可以知道，所以这个员工数是台积电最清楚那他们都是有定期的契约那所以这是一个国际的环境的人才交流。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有风声咧讲，台积电的美国新厂要制造4奈米的晶片，不过官方也无接到消息。不过王美花嘛强调，台积电已经说明过，包含目前正咧试做的3奈米，还有咧准备的2奈米甲1奈米的晶片，这款上新的技术一定拢会留在台湾。镜头来看中国，中国的百姓不满长期咧封城，世界发起白纸运动，所以中国政府即马着小可放零防疫的管制。美国副国务卿就认为讲，这就代表抗争有效果。另外，嘛有香港的媒体报道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甲欧盟理事会主席谈话，嘛有暗示着可能会放零防疫。中国北京部分地区防疫未解封，以后防控单位只针对阳性住户无个封楼，民众排队等来做体检。然后骑自行车都骑了2分钟，就你一眼你就看不到头的那一种，就感觉人山人海的。最近白纸运动唔单伫中国国内摊开，国际也有真侪社员。路透社报道，中国一方面透过放零防疫安打民众情绪，一方面率也进行追查捌参与抗争的人。美国副国务卿雪曼认为，抗争确实有成效。They say they are going to open step by step in this. So I think the good news here is the protests actually had an effect. Now, at the same time, I'm not naive. And the Chinese use their security forces to put the protests down.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初一甲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会面，南华早报引用欧洲各界官员的讲法表示，习近平主张当前中国主流的奥密克戎变种，并无比进前的德尔塔病毒来得严重。会面单位表示出有意放零防疫规范的信号。We're pleased to learn tha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re adjusting their current strategies. We hope this progresses and we see that coherent, calibrated strategy emerge that balances the control of the virus with the lives, the livelihoods and well-being and human rights of the people of China. 世卫组织录见中国放零清零政策，有计全球大约900人已经对新冠病毒有抵抗力。不过，世卫秘书长谭德赛也是警告，目前油源无脱离疫情危急阶段，烦恼各国若放零警告，也是有机会出现新的变种病毒。记者综合报道。这摆国内选举论文的争议别未煞。民进党的立委蔡适应昨着承认伊的博士论文，互台北大学承认抄人，互台北大学认定抄人的学位嘛，互撤销。蔡适应是表示，针对论文有一寡所在引用标注漏稿去，感觉真失礼。不过，伊会依法提出申诉。另外，汤市长郑文灿嘛，因为代代认定伊的论文抄人的，硕士学位嘛是互人撤销。郑文灿表示，伊愿意担责任，会失礼。针对立院立委蔡适应博士论文涉嫌抄袭案，台北大学初二完成审查，蔡适应较早表示，已经知影博士学位互撤销。佮发声明表示，但英文线小工比对只有2趴，基于原创性对论文部分引注漏稿，表达失礼也愿意保证尊重学校的审议结果。因为为了维护权益，将依法提出申诉。台北大学也发声明欢迎当事人，若有异议，伫收到通知书了后15天内会当提出申诉，以规定处理。除了蔡适应含伫论文风波，伫前一天，唐市长郑文灿的硕士论文也互代代认定抄袭，撤销硕士学位，临时取消初二下昼所有行程的郑文灿，初三无过相比公开会失礼。这论文是我写的，这很清楚。现在10几年后，用这个新的软体比对可以找得到。那这个当然是我在当时写作过程的疏失，那我愿意针对这个疏失负起责任。也愿意致歉。郑文灿为论文写作所实会失礼，同时也讲出伊的论文写作方式是先写完草稿，再翻头将每一个论文引用提出来，也正是有一部分无做好核对。当时受限于时空条件，没有办法做实证研究，所以我采取了这个文献分析法，
所以引述了超过100多篇。外界关注郑文灿的论文抄袭敢会影响连夜中生代接班布局。郑文灿回应政治上的代志，回归政治标准讨论。只是最近因为选举政党候选人的论文，拢互放大检视，包括连夜的林志坚台大甲中华大学硕士拢互撤销，南亚科学化的逢甲大学硕士也有不同引用的问题。民众党高虹安甲蔡碧如也捌因为论文争议上新闻。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市长郑文灿和台大认定论文抄人的撤销硕士学位，教育部长潘文忠表示会按照程序来办理，但也因为台大国法所连续逼出林志坚甲郑文灿两件抄论文的案件，嘛，互外界要求爱全面调查台大国法所的论文。潘文忠表示，当咧和台大厘清状况。对林志坚甲郑文灿这道教授拢是陈明通，台大国法所连两件的论文争议案，台大是不是爱负行政管理的责任？教育部长潘文忠无直接来回应，是不是全面来彻查台大国法所的论文？潘文忠讲，台大有伫了解。台大有在进行这方面的相关的一些了解了哈，这部分我们会进一步跟大学这边来做了解哈。全国数学工会指出，台大国法所有2位重要学生硕士论文抄袭后撤销学位，是台大2016年爆发医学论文造假案了后上大学术的丑闻，应该追究行政管理无周全的责任。学生是政治人物，老师那本身也是国家政府的官员哈，那这样的一个关系，可能中间会有一些互相期待，有利益输送啊。台大国法所也要负起部分责任啊。这阵是爱有人检举，学校先决定是不是受理，再过来进行审定。有用非讲，若是拄着选举，面对民进党、国民党、民众党地方首长候选人的论文被提出检视，虽像是整个大环境，还是抄来抄去，这情形真严重。抄袭的人很多，但是不容易被抓到，大家铤而走险呐，有恃无恐哈。国立大学有知识相互的问题，所以学联案也不处理。私立大学只要关系够好，学联案也都不处理。数学工会指出，各大学处理学论的机制，甲教育部的监管拢需要来检讨。而台大处理林志坚抄袭案，对检举到认定，敢若用1个月到5天，做法积极，值得肯定。不过，甲2016年底论文造假案比较，大约3个月才公告审议结果。呼吁台大今后处理学论案，比较处理林志坚甲郑文灿案件效率有一致性，避免配合选举的操作，并且有政治考虑的积极。记者综合报道。明年正月初8是台北市立委的补选，国民党的王宏维甲民进党的吴怡农宣布参选了后，头一个活动就烧断头。王宏维是靠生吴怡农做民进党的台北市党部的主委，做敢若像黑道的咖喱翁啊！那吴怡农是批评王宏维的抹黑。台北市立委的补选，国民党王宏维甲民进党吴怡农伫截止登记了后，头一个行程拢参加民权国小校庆。王宏维早起受访时曾表示，家己每年拢来，靠说吴怡农是选举才来，更加甲黑道党员甲家里主席议题很有密切接触。这个事情值得大书特书吗？这件事情不应该是吴怡农担任他台北市党部主委时候的一个污点吗？现在怎么好意思还把它当作一个政绩来做宣扬呢？得到家己选完了后，随转换跑道引起批评。王宏维再甲选民来现实底，希望得到选民的谅解。而等到吴怡农出现在学校内底，受不少的支持者要求要甲伊翕相。谢谢。吴怡农对着家己台北市党部担任主委的所作所为非常有自信，强调绝对会堪的检验。对着一直被指甲黑道有关系，也讲王宏维卖乱讲话。那如果我做了这一切，还是把我硬要把我说成是黑道，那我真的没有办法用戴着颜色的眼镜。来睁着眼睛来说瞎话，我觉得在选举期间特意的做这种恶意的操作，其实是很可惜的。吴怡农表示，乱讲甲抹黑，袂互任何人赢对选举，希望竞争对手会再提出正面的态度，拍正面的选战。最后是化为中山甲北上山的选民，来伫更加好的选举，也有候选人。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寿山动物园为着要改建暂停营业1档外，即马要伫个12月16重新搁开幕。
不过因为寿山是台湾高山仔的生态地，为着要预防游客变多了后，佮出现人狗冲突的问题，所以动物园就找动保团体来甲点头、甲员工上课。未来嘛会彩排啊，提醒游客要注意。水池伫人仔内底食物件，模样真古水。经过518天游园的改造，高雄寿山动物园16日要重新来开幕。除了引入进人气的水池，园区的设施也大幅度来升级，像新式的天空步道，就甲参观的这路线对平面变做立体。到时候会带小朋友来吗？如果他还在高雄会啊。台湾高山仔规群伫路边佚佗。初三拜六下晡，有袂少人来遮爬山，因看到车爬山的人甲高山仔伫路的斗阵行，因为疫情甲游园减少的人慢慢转来啊，人甲高山仔相处也真做一个课题。不要去闻它食物，还是说不要去激怒它就好了。猴子跟我们也是和平相处啊。包括清洁人员伫外口食物件，互高山仔抢食受伤的寿山动物园为防止人甲高山仔冲突，要在园内设告示牌，并且找动保团体为这带头员工来上课。动保团体也提醒家长，甲囡仔看好条，以免囡仔算甲真欢喜去入高山仔，就发生冲突。不要在户外或者是边走边吃，这个我们都有先提醒相关的摊商，然后请他们在游客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先提醒游客这样子。那最基本的也是提醒大家到动物园的时候，就是食物不外漏，然后塑胶袋或任何会让他误以为是食物的东西就收好。原来是乌星星电视区的今日大型的铁人改做室内餐饮的所在，甲高山仔隔开，也互游客换一角度做生态思考，就是希望升级了后动物园拿友善动物，更加使动物园甲寿山原生态的共存。记者综合报道。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昨开始伫咧松山文创园区举办写批马拉松的活动，邀请民众一人写一张批，寄予世界各地政治犯、甲当地政权施压。咱的人权工作者李明德嘛用家己的经验证明，写批真正会当救政治犯。现场的志工伫咧写支持批，2022国际特赦的写批马拉松伫松山文创园区开始。这边成员的全球救援对象有13个，拢是因为参加示威活动争取权利，互人掠去。今年4月接获中国释放的人权工作者李明铁，也伫现场讲起家己亲身的经验。我们寄信给政治犯，让这个当地的监狱的干部、国安人员可以看到，他们会知道这个政治犯很多人关心，我们不能虐待他，所以写信是有效的。李明铁讲，外界写批对政治犯确实有保护的作用，希望大家斗阵来写批。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讲，写批马拉松活动已经有30活动，到目前救过100多人。这边成员的对象，有人是因为发文纪念历史事件就互人掠去，就让看出全世界言论自由被打压的情形是愈来愈严重。有的人可能是因为中国的这个国安法的议题啊，然后或者是这个因为这个跨性别的议题，那也有人是可能是因为气候的问题等等，所以大家因为各种原因走上街头，但是都遭受到这个蛮严重的一个打压。国际特赦台湾分会强调，透过文字的力量，一人一张批，支持成员个案的活动。所落来也伫咧台中、台东、台南巡回举办。上尾也伫咧12月24有路跑马拉松活动，希望大家用行动来争取人权自由。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清华大学举办推广母语的市啊，头家人客隆重爱讲台语，而且现场阁有请人来广告做布袋戏，真热烈，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麦。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我是一个医生，今仔日要去救一个人。台顶咧播趣味的布袋戏，台下囡仔看甲真欢喜，让迄样的小学生台语真练长。伊讲是对学校社团学来的。我发现真侪同学，伊拢是硬背迄个音甲迄个歌尔，根本毋知影伊真正的意思是啥物。所以我感觉其实是有效用，故嘛是爱了解伊的意思。除了布袋戏，现场阁用台语做买卖单，每一个少年头家拢真认真销界家己的产品。另外，嘛有台语故事通好听。啥物好食的物件？哦，我想要做寿司啦。那你是安怎学台语的？就是我就是做细汉时就开始讲个，伊个喊我做伙讲台语，我就学起来啦。主要是讲
透过这个母语市集这种形式，互人伫生活中、伫买卖就会使有使用母语的机会，也是加较轻松、较生活化的方式。我感觉这对母语的推动是更加自然。母语协会希望透过活动，帮助民众更加明白多元文化，鼓励民众来接使用母语，让母语永续传承落去。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美国公开上新的运行战机，哪会当安装核弹头？战机外表的测是连上新的防空系统拢真歹侦测到。在因高甲灯光神秘的气氛中，美军车伫加9月中路过头一摆公布上新型的稳重战机，好名称做突击者的 B-21轰炸机。It will operate in tomorrow's high-end threat environment, and it will enable America to outmaneuver, to outpace, and to outmatch our adversaries. B-21轰炸机好名称做突击者，是向二战期间美国头一摆空袭日本的任务来致敬。美国最后一摆国产的轰炸机是1988年的 B-2幽灵轰炸机，到即阵已经超过30年。2015年，五角大楼决定由美国军火制造商诺斯洛普格鲁曼进行制造 B-21运型的轰炸机，这只高科技的战机也会成做美军轰炸部队未来主要部队。It is a testament to America's enduring advantages in ingenuity and innovation. And it's proof of the department's long-term commitment to building advanced capabilities that will fortify America's ability to deter aggression today and into the future. 美国五角大楼本礼拜公布的军力报告，中国解放军到2035年时会拥有1500粒的核弹头，对着来自中国愈来愈增加的军事威胁，也个俄国预讲要动用核武的这挑战言论，美军开始需要 B-21这种高科技的轰炸机来加强应对能力。B-21研发期间严格来保密，所以讲真侪讲冷暖是最高的机密。不过已经知影 B-21会使炸掉核弹头加传统的武器，也具备无人驾驶的能力，而且采开放式的设计。方便以后的升级，当时所使用的机身的涂料，就连这阵上先进的防空系统也无带来侦测，稳重性真悬。B-21每一只造价将近7亿的美金，折合大约214亿的台票。美国已经决定要买100只，并且定伫2023年进行头一摆飞行。公视新闻郑元庆编译。天气玻璃仔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是20度到21度。中部地区是20度到27度，南部地区20度到31度，东部地区21度到27度，也阁有外岛地区为19度到23度。感谢您收看《早起新闻》，咱再会。